使徒行傳4章12節佢話：除他以外別無拯救，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請大家都起立，我哋用我哋嘅全人，用我哋嘅嘴，用我哋嘅歌聲去頌讚神。Promise keeper, light in the darkness.
在你